廣東人到底有幾努力？除咗努力收租之餘啊，仲會努力工作，熱愛生活啊！正所謂一日工作在於晨6點半嘅廣州馬拉松現場就已經 people 問騰 people 試啦，冚唪唥都諗住喺條42.195公里嘅賽道上面搏翻一搏。香聲響起3萬個運動員同時出發，場面超級震撼啊！我想跑翻轉啊，男人點可以話唔得嘅咧？但我都係決定去35公里嘅百歲山交站為運動員加油喝彩啦！往年港馬俾選手嘅都係天然水，今年嘅港馬賽道用水全部升級做百歲山天然礦泉水啊！含偏硅酸等天然礦物元素，更加適合跑步飲用啦！而且今年百歲山嘅補給站非常之長，一眼都望唔到盡頭啊！廣州人自己嘅流水席，飲到你夠皮啊！陸續有運動員過嚟補給站啦，雖然個個大汗揼細汗，但精神狀態係依然好偏。取咗百歲山天然礦泉水，補充完水分同礦物元素，就繼續向終點衝刺咯喂！努力踏實、積極拼搏嘅廣府精神，響港馬呢度就睇到冰山一角啦！你話廣東人有幾努力㗎啦？